报道。再来关心风台的消息咯，气象局针对第5号的风台杜苏芮，是继续来发布海上跟陆上的风台警报。下晡各地风雨会继续增强哦。气象专家嘛提醒讲，高雄屏东都要特别注意落大水雨。明仔载早起上班的时间，风雨嘛阁会真大。风台警报哦，有可能会伫明仔载下晡来解除。也毋过目前伫菲律宾东方的海面上，阁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的发展哦。这2天嘛有机会会乘做今年第6号的风台卡努。也毋过路线是阁有变化，要阁继续观察。杜苏芮风台当通过巴士海峡，向台湾西南部的海面持续挖近。这级风暴风半径是280公里，暴风圈已经甲嘉义以南甲华东打掉咧。在陆上警戒范围内，越来以南的地区甲花莲台东，愈晚风雨会愈大。也若中部以北会透风甲阵雨。台风的暴风圈已经涵盖了我们南部跟东南部的陆地，预计台风未来会朝北北西的方向，在今天通过台湾海峡南部，明天进入中国福建。所以在这样的路径推估之下，今天会是台风距离我们最靠近的时候。民间气象公司警示，风台通过陆送道了后，环流速沿，风雨上大是集中伫咧风台中心，差不多200公里内。恒春半岛、高雄甲屏东，袂临雷亚船雨带扫入来，中港雨会持续到拜5的日时，山区甚至会有超磅的大水雨。也若菲律宾东边海面，目前热带性低气压持续伫发展，按算伫2天内会乘做今年第6号的风台卡洛。这个是未来会生成台风的一个路径哈，它预期是往这个浙江附近接近，等于是台湾北方的海面。整个我们西太平洋是进入一个很显著的季风潮，所以1个礼拜有一个台风，恐怕会一直持续到8月整个月的时间。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按算伫后礼拜3到拜4会接近台湾附近，不过路线也无确定。气象专家提醒，向阳年海水的温度相对较悬，对风台伫远洋的形成甲发展有利，所以接近台湾附近的时阵，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，规模嘛值得注意。提醒民众爱持续关心上新风台的资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